起就可以起到这个那最近的了，我家那里人养了龙了，你这是给，你看那边那个玻璃灯嘛，你我们家东西，我叫了，我家了，哦，阿玲，别不要那么高，我感觉把多人走路，哎呦呢，你看，没事。让你直接到那个叫老师给到，让俺领队，这普通的夏天的呀，怎么？人来，哇，怎么又这？人当然，现在在讲这边的最当然。哦，人家你，怎么样？年老还是老些，你们回来就包单。人家这个我搞了，这个人家怎么不吃了这？